喺 Covid 期間咧，如果你喺東區買咗物業咧，其實可能已經翻倍啦。尤其是咧，好似 William Wu 咁聰明嘅投資者咧，喺 Covid 期間咧買咗1嘅澳元嘅優質地產。但好得意咧，就係佢呢幾年咧就慢慢咧逐間攞出嚟賣。譬如啦，我喺佢手上買咗39號 Wentworth Road 啦，3200萬幫個客買翻嚟嘅。咁仲有23號貨 Coles Road 啦，1225萬。跟住31號貨 Coles Road 啦，有2個買家 settle 唔到之後咧，最後係2100萬左右成交啦。跟住咧，傳說中咧有4號 Black Street for Coles 有人出4000萬又成交咗啦。咁仲有一間咧就係值得提咧，就係22號 A Carrara Road，佢2020年嗰陣時咧2550買翻嚟嘅，5年後咧佢都賺咗1400幾萬啦。啱啱咧就有買家4000萬出咗價，已經成交咗啦。如果你想繼續關注咧，佢下一間物業咧會係邊一間放喺市場上咧，請你繼續關注我係 Janet Chan，你嘅買家中介。